睇完今日三篇讀經，特別係馬竇福音7個天國比喻嘅最後3個，即係寶貝、珍珠、網魚嘅比喻，我就會用生命中最高嘅優次嚟做主題，同大家一齊反省三篇讀經，亦都幫助大家去了解或者話相信乜嘢係自己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第一篇讀經嚟自列王紀上，係講撒羅滿向天主求智慧嘅記載，用夢境去表達。背景就係撒羅滿登上以色列嘅皇位，立刻就去到司祭城基貝紅向天主祭獻，因為當時耶路撒冷還未有聖殿，所以佢要去到呢個重要嘅地方叫做司祭城嘅基貝紅，喺嗰度祭獻天主。就喺嗰個地方，喺夜間，天主喺夢中問佢，你要乜嘢嘢？佢就求天主賞賜佢一顆智慧嘅心，能夠判斷善惡，能夠統治天主嘅選民。當時人民係受周圍唔同民族多神信仰嘅影響，撒羅滿的確想有一個足夠嘅智慧，帶領以色列人去分辨善惡，特別係敬拜唯一嘅天主，即係話要以色列人重視10誡裏邊嘅第一誡。第一誡係最重要嘅，提醒以色列你要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嘅天主，即係要以色列人認識到你生命中最高嘅優次應該係天主。天主好滿意撒羅滿嘅要求，因為佢將天主放喺長壽、財富、權力嘅上邊。呢個要求真係一個好有智慧嘅要求，能夠認識到乜嘢係真正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今日嘅答唱詠，我想攞嚟講，即係同我哋呢個主題有關嘅。今日嘅答唱詠係用聖詠119，係一篇好獨特嘅聖詠，係150篇聖詠裏邊最長嘅一篇。全篇係用22首詩組成，每一首詩就有8節，一共176節。每一首詩開始都係用一個希伯來文嘅字母開始，希伯來文有22個字母，所以有22首詩。而家每一個字母都有一首詩，就組成一個176節嘅經文。呢篇經文裏邊全篇都係讚美天主嘅法律，全篇都係一樣。雖然可能有啲沉氣，但係呢，為以色列人嚟講，佢哋好重視呢篇聖詠。佢哋嘅傳統係要求佢哋嘅下一代啲小朋友應該時時念嘅聖詠。有啲好似我哋從前私塾裏邊小朋友要學千字文，要念千字文嘅好處就係一來就押韻啦，二來1000個字冇一個字重複嘅。你念完之後呢，我目的就係教啲小朋友，裏邊當然有好多生命裏邊嘅道理，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佢哋學字。你念咗佢之後，你最低限度識咗1000個字。以色列人嘅聖詠119呢，目的就唔係叫佢哋學字，而係叫佢哋藉住背誦呢啲經文，重視天主嘅法律，亦都係讓佢哋慢慢養成咗一個習慣，將天主放喺佢哋生命中最高嘅優次。因為呢篇聖詠裏邊多次提到，上主，我係愛慕你嘅法律，係勝過各種黃金同寶玉。好清楚，即係天主要小朋友時時都要記住，天主係你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好，第二篇讀經嚟自羅馬書，保祿好清楚
睇到人生嘅價值就係接受天主嘅召叫，成為天主嘅子女，相似耶穌基督，能夠分享佢嘅光榮。保祿好希望唔單止係羅馬人，而係所有嘅人都似佢一樣，掌握到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係啲乜嘢嘢。佢曾經用啲比喻去講下，佢比喻自己係喺瓦器中保存呢個寶貝。瓦器係指佢自己嘅身體，身體係好脆弱，生命係脆弱，能夠有時會完結嘅。但係我呢個脆弱嘅生命裏邊保存咗一樣嘢好重要嘅，耶穌基督嘅福音。所以為佢嚟講，佢曾經係咁樣講下，以獲得耶穌基督為至寶。好清楚耶穌基督就係佢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值得自己捨棄一切，甚至自己嘅生命去保存佢。好，第三篇讀經嚟自馬竇福音，三個比喻都相當精彩吓。第一個比喻，佢話天國係好似藏喺地裏邊嘅寶貝。點解地裏邊有寶貝呢？呢啲寶貝係啲乜嘢嘢？今日如果你問地裏邊有啲咩寶貝，我哋就好可能好多人就想起礦產啦、石油啦、黃金啦、鑽石啦、稀土啦等等。呢啲重要嘅礦物，地裏邊的確係有寶貝。但係喺聖經嘅時代，地裏邊嘅寶貝極有可能係前人埋喺地裏邊嘅一啲嘢。以前嘅人因為戰亂將自己最重要嘅嘢，因為冇銀行冇嘢可以保存，擺邊度呢？喺地下裏邊掘個窿埋咗佢，自己整啲記號記住佢。戰亂之後翻嚟可以攞翻，但係好可惜嘅，好多時戰亂之後生命都冇啦，就冇翻嚟攞到。咁地裏邊呢啲寶貝一路都係藏咗喺度，直到有人發現。點有人會發現地裏邊有寶貝呢？極有可能就係農夫啦。農夫耕種嘅時候，牛拖住將啲地摷起，可能就係咁樣嘅緣故。即係話一個農夫能夠喺日常工作裏邊好偶然地發現到呢個寶貝，地下藏咗一個寶貝。發現呢個寶貝之後又點呢？咁啊好開心，就賣掉所有嘅一切去買咗佢塊地。大概呢個農夫呢唔係呢個地主，佢只係一個租戶，即係唔屬於佢嘅呢塊地。所以你想擁有呢個寶貝嘅時候，咁就要變賣你所有嘅一切，買咗個塊地，擁有呢塊地，你就係呢個寶貝嘅主人。所以發現寶貝還未夠，你仲要有決心賣晒你自己一切去買嗰塊地，即係話認定呢個寶貝係生命中最高嘅優次。耶穌就用天國比喻埋喺地裏邊嘅寶貝。如果你有一日，甚至喺你日常生活嘅工作裏邊，好偶然地，呢當然係天主嘅恩賜啦，發現到呢個寶貝嘅話，即係天國為你嚟講係個寶貝嘅話，值得你犧牲一切。即係話天國係你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值得你犧牲其他嘅嘢，特別自己嘅財物去擁有嗰塊地，就擁有呢個寶貝。第二個比喻係珍珠嘅比喻，同上邊嘅比喻唔一樣。頭先嗰個比喻就係大概呢個農夫係偶然地發現呢個寶貝，而家就係講一個商人係刻意地去揾呢個珍珠，啲珍珠嘅商人嘛，通道去揾邊度有最靚嘅珍珠，所以一個就係偶然，呢個係刻意嘅，用好多心機去找尋。有人能夠係咁嘅，就係向唔同嘅思想家啦、唔同嘅哲學啦、唔同嘅宗教啦，去嘗試去揾一啲佢認為重要嘅嘢，生命裏邊最重要嘅嘢，生命嘅意義等等。呢粒珍珠就係代表住呢啲人刻意地去找尋，
揾到之後呢，就堅持到底，就賣掉所有嘅嘢，去買呢個珍珠。珍珠只係一個比喻吓，始終係一啲物質，係唔係咁值得你犧牲咁多嘢為呢啲物質呢？唔好忘記呢個係一個比喻，象徵住天主嘅國。天主嘅國的確係值得你刻意地去找尋。當你揾到之後，能夠捨棄一切去獲得呢個珍珠，即係獲得呢個天國。呢個比喻往往係用嚟講修道人嘅聖召嘅。我記得我自己去考慮聖召嘅時候，同我做避靜嘅一個神師就係用呢段聖經叫我睇，拎呢段聖經去祈禱，睇下天主點樣啟示你啊？係唔係藉住祈禱你發現天國呢個寶貝，值得你放棄一切去獲得佢？第三個比喻係網魚嘅比喻，呢個比喻亦都可以係話最後審判嘅味道嘅比喻。天國能夠容納好多唔同嘅魚，但係天國唔能夠容納罪過嘅。天國歡迎所有嘅人，但係呢啲人呢，必須有智慧離開罪惡，如果唔係呢，就會被揀出去，掟翻出去啊！即係話網到嘅魚能夠去到天國裏邊嘅，應該係一啲離開咗罪惡嘅人，唔能夠兩全其美吓，又停留喺罪惡裏邊，你進入唔到天國啊！所以呢度有一少少最後審判嘅味道喺度。天國亦都能夠容納舊約同新約裏邊好嘅嘢，只要係好，天國係能夠容納嘅。壞嘅嘢呢，就要丟喺外邊啊！天主係慈悲嘅，但係同時天主係聖嘅，唔容納罪過嘅。好，我哋反省三篇讀經吓，特別係三個有關天國嘅比喻。要發現生命中最高嘅優次乜嘢係最高嘅價值，唔係容易嘅事，需要好大嘅恩寵，需要有分辨嘅智慧。咁我哋有冇好似撒羅滿一樣去求天主賜自己一份咁樣嘅智慧？聖經裏邊有另外一個金句，就係我好喜歡嘅，就係你嘅寶藏喺邊一度，你嘅心亦都係喺邊一度。呢個係好真實嘅。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一日到黑從來都冇想到天主，點會話天主係你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最高嘅價值呢？所以今日我好多時都教主日學嘅小朋友幫助佢哋將天主放喺自己生命裏邊一個重要嘅地位。我往往要求佢哋可唔可以每一日朝早起身嘅時候先念一篇天主經，好簡單嘅啫，成為一個習慣。一起身第一樣嘢想起天主，用耶穌教我哋嘅經文向天父作一個咁樣嘅祈禱，我就會話天主會特別祝福你噶。其實我係想佢哋一起身第一樣嘢先想起天主，成為一個習慣。呢個習慣係好緊要，習慣就成為自然，將天主成為你生活裏邊第一樣嘢想起嘅就係天主。我好感激我自己嘅父母佢以自己嘅言行特別自己身教去教導我哋點樣愛天主，將天主放喺最高嘅優次，就係佢每日都去望彌撒。佢冇要求我哋一定要去，但係自己先去，讓我哋有一個習慣跟佢哋去，然後每晚瞓覺之前我哋一齊念晚課嘅。所以朝早一齊望彌撒，晚上一齊念晚課，就成為一個習慣。習慣成為自然呢，你就好自然地就去參與彌撒，去感謝天主賞賜嘅一切。所以我值得自己自豪嘅，往往就係呢一點即係話我從來都冇故意唔去主日嘅彌撒。
因為成為自然，等於你哋嗱，如果有人問點解會得㗎？原因喺邊一度？我就會反問，你會唔會問點解你每日食飯啊？冇人問呢個問題嘅。食飯係咁自然成為你嘅一部分，你唔食你個肚會餓噶嘛？如果我唔去主日彌撒，我會囉囉攣噶嘛？係咁簡單嘅咋。所以唔係一啲咩深奧嘅嘢，你習慣成為自然呢，成為一種德行啊，時時做嘅一樣嘢係好嘅嘢呢，成為一個德行，天主會特別祝福嘅。如果做父母嘅喺主日只會安排子女去補習啊、學音樂啊、學游水啊、學踢波啊、學跳舞啊、學種種嘅技藝啊，總之就唔係安排佢哋去參與彌撒。信息俾你嘅子女就好簡單咯，為佢哋嚟講，知識、興趣、分數比天主緊要啦。佢哋邊會將天主放喺最高嘅優次咧？所以我唔怪呢啲小朋友噶，係我哋點樣培育佢哋成長，有冇用一啲習慣性嘅嘢，讓佢哋將天主放喺自己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今日嘅人去移民嘅時候，往往要揾地方住吓。我聽到有一啲移民嘅朋友就話，去揾地方住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啲標準吓，但係附近有冇聖堂，有冇教會學校啊？我覺得係好啊，即係話天主喺佢哋生命裏邊有一個重要嘅優次，聖堂方便自己能夠去得多啲，有教會學校使到自己嘅子女有機會去入去裏邊讀啊，接受天主教嘅培育。嗱，呢啲都係一啲好嘅習慣，讓自己同埋讓自己嘅子女將天主放喺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外邊嘅世界係多數係無神嘅，好世俗嘅，要保持我哋對天主嘅信仰呢係唔容易，所以都讓我哋向所謂智王撒羅滿學習，求天主賞賜佢一份智慧嘅心，為自己同自己嘅下一代選擇天主做自己生命裏邊最高嘅優次。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